大家好，今仔日咱是要讲台语教书咧线顶上课的时阵要安怎？就是台语课如果在这个线上课程的时候会怎么上哈？那以前啊，咱已经上过线顶的课啊吼，以前上过嘛，逐礼拜拢会教一句，每个礼拜会教一句，所以你嘛爱对咧念啊吼，爱练习哦。啊，甲考试的时阵啊，你才会晓念啦吼。好，一样是要跟着念，到时候呢，在考试的时候交录影带的时候呢，你才会念啦吼。那不离讲啊，告诉你袂晓念啊，咱其实吼课前啊，阁会阁念几届吼，所以啊，你毋免烦恼啊。啊，除了这课程以外吼，咱阁有课本的上课啦吼。好，除了这个护照之外呢，其实我们也有会上这个康轩的台语课程。那这个课程呢，其实啊，我们就是会这个指定上课会要上第几页，那再请小朋友啊跟着这个老师的指示去做就 OK 了哈。好，这以上就是咱这个线顶的台语课的小概啦哈。好，后摆再会。